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做的这个联署书，就是我们会把联署书都送回总会去，因为我们理事长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的去保管这70万人交给我们的联署书。那因为总会那边才有保全，我们桃园分会这边没有，所以就决定要回去那边。然后台北那边同时也会帮忙，桃园这边做复印造册的步骤，因为毕竟我们只有2台影印机，那台北那边现在有4台，可以一起帮忙消化。所有那个我们归档的这个步骤都回到总会去，所以这边所有的联署书最后每天我们都会负责送到台北去归档。昨天晚上大概就是来到了69万，一直到828的公投，希望大家能够出来一起投下大家手中的那一票，无论你要投同意或者是不同意，在这一段时间，我们可以有很多公开的辩论，让很多的资讯在公民的检视之下，让每一个人去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。这样。这是输送带，好，一动线就不会停了。遥远，可是他又在就是身边的那种感觉。我必须要说的是，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任何的政治色彩在里面。我希望大家可以认真的去研究这个议题，就会知道长期在关注这个议题的很多团体其实都是反核的，所以我们当然不会愿意被扣上这个帽子，这样对。冇咧等啦，冇用等啦。我还没飞啦，别飞了，别紧张。别来陪我，恭喜。林哥，你去楼上做图书处理就好了。